只要针对农业部门，尤其是影响到农民权益的，我100%会捍卫他们，我绝对不会妥协。不管外界再怎么操作，只要有违法，拜托，直接一枪毙命的把我们打下来。如果没有在这样的不实操作，我个人不止完全无法接受，我甚至会捍卫所有的农民权益。针对这些特定媒体的不实报道，该提出控诉的，我绝对会依法来办理。有关台湾猪标章的所有的，不管是生鲜肉品或是加工品的溯源稽核工作，由农委会负责。那整个违反相关规定的裁罚机关是卫福部，这个我们都已经有明确的具体分工，绝对会没有问题。而且农委会这一边再次的保证，按照我刚刚特别报告的，整个猪肉跟猪肉加工品有溯源的，已经有达88%。我们只要针对12%没有溯源的部分加强的稽核，就可以确保所有的消费者看到的这个台湾猪的标章呢，就是没问题的。我这边再次的强调，农委会所有对外的文宣都有第一个完全符合相关的规范。所谓的相关规范是，第一个都有署名农委会及其相关机关的名称；第二个都有依照预算法的规定办理；第三个，针对科学人的这一件事情，我再次的来完整说明。那整个的重点是在8月28号。农委会有开始预告国内的莱克多巴胺是不允许使用，但网络上还是不断的在传言说国内是可以开放使用莱克多巴胺，造成对国内的养猪产业的市场以及价格波动造成影响，所以我们才会在第一时间完整的、公开的，而且透过各种管道要来澄清这样的一个不实的报道。就是因为这样，我们才有所谓的科学人这个部分。早上我也多次有跟审计长这边沟通。第一个，农委会很乐意摊开所有的每一个案，给社会大众，包括立法委员、包括监察院来审查。那我们完全依照规定。第二个，农业部门遭受到许多不实的这样的一个消息，如同审计长昨天在立法院所提到的，跟媒体最后报道的是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差异。所谓的农委会最严重，特定的媒体、特定的网络在操作农委会违反相关的规定，这完全的不实。我站在农委会的主管机关，是完全无法接受这样的一个操作。我们捍卫农民的一个权益，所有的行动绝对不会停止。面对这样的一个排山倒海而来的不实的指控，我们也会站出来捍卫。我们的重点在于政治归政治。可以要求对政务官如何的下台，或者是什么样的控诉都没问题，但绝对不能伤害到整个农业，不能伤害到整个农民。站在保护农民的角度，我们会尽全力来捍卫他们。